那上一堂课呢，我们主要呢是讲完了直接相违还有间接相违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述第三个呢，不并存相违。那不并存相违呢，它的性向呢就提到说，在第55页就提到说，不能无伤害且并存的，不可能有同位的法。那这个是不并存相违的性向。那什么叫做不能无伤害而并存的不可能有同位的法呢？那不能无伤害的并存的不可能，就提到说这两者东西呢，在一法之上呢，它是一定没有办法不互相伤害的。它一定是在一法之上，这两者一定是互相伤害，而且呢，不可能有同位的法。那同位的法就提到说它有没有交集的部分，就说这两者它是不可能会有交集的，就是在一法之上，他们不仅没有交集呢，而且呢，他们彼此还会互相的伤害。那这边呢，最常用的譬喻呢，就是提到说冷和热二者，因为冷热二者呢，在一法之上呢，它是没有办法并存的。那冷和热呢，它在一法之上呢，如果有存在的话，那这两者一定是彼此之间呢互相会伤害。那就是热力比较强的时候呢，冷度就会慢慢的缩小；那冷度比较强的时候呢，热度就会慢慢的缩减。所以呢，不能无伤害而并存的不可能。那不可能有这样的同位的法呢，就是提到说不并存相违的性向。接下来呢，最后就提到说互排相违。那什么叫做互排相违呢？那互排相违它的性向就提到说，在觉知境上呢，互相排斥而存在。那这个呢，就是互排相违的一个性向。那什么叫做于觉知境上互相排斥而存在呢？就是在一法之上呢，它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就是提到说，在我们心之上呢，你成立一法的时候，另外一法呢，它就必定会被排除。所以在一法之上呢，它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二者呢，那就是称之为是互排相违。那互排相违呢，它是跟相违二者呢，它是同义的。那这一点呢，在宗喀巴大师他所做的一个现观的思量论的一个解释里面呢，有提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互排相违它本身的从性相来看呢，它就是跟相违的意思呢，二者是同义的。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地如常无常为出者，那常和事物二者呢为第二。那这边就讲到说呢，常和无常呢，他们两者之间呢是直接相违的性相。因为呢，在一法之上呢，你只要排除它是常法的话呢，你就可以证得它是无常法。就比如说以平直来说呢，你可以证得平直它不是常法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了知到平直呢它是无常。所以呢，他们二者呢是处于是直接相违。那常和事物二者呢是属于第二。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它是间接相违。为什么说它是间接相违呢？就是在平直之上呢，当你可以确定说它不是常法的时候，虽然说你已经把它是常法这一点给遮除掉了，但是你并没有办法透由这一点呢，可以了知到它是事物。所以呢，但是在平直之上呢，常跟事物二者呢，它又是不会同时存在的，所以你就可以了知到说，常和事物二者呢，它是属于间接相违。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像常无常这样在平直之上，当你了知到平直它不是常法的时候呢，你可以立刻了知到它就是无常法。但是你没有办法从平直之上遮遣掉它是常法这一点之后呢，你就可以立刻了知到它是属于事物。所以它们二者呢是属于间接相违。为什么说常无常二者呢？它是属于是直接相违呢？就是我们在讲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在平直之上，当你了解到它不是常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证得它是无常法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常法是什么东西呢？常法就提到说是非刹那刹那的坏灭。所以你在平直之上呢，可以了知到平直呢，它并不是非刹那刹那坏灭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了解到平直呢，它是属于刹那的坏灭。那我们知道说无常它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刹那刹那的坏灭。所以当你了知到平直它并不是非刹那刹那坏灭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可以了知到平直呢，它是刹那刹那坏灭的。所以你了知到平直它不是非刹那刹那
坏灭的常法的时候，你自然了知到瓶子它是刹那刹那坏灭的无常法。就比如说呢，我们了知到说人呢他并非不死的时候，那就自然了知到人呢是会死的，或者说你了解到这个火呢并非不灭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了解到说火呢它是会熄灭的，所以就可以从这边呢了知到说他们二者呢是属于直接相违。至于说第二个呢，为什么常和事物二者呢它是属于间接相违呢？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刚刚讲到说常法呢它是属于说非刹那刹那坏灭的，所以当你遮止掉瓶子之上呢，就是遮止了解到说瓶子它并不是非刹那刹那坏灭的时候，你并没有办法了解到瓶子呢它就是事物。为什么呢？因为事物呢它是属于说能作用者，具有作用者，那你没有办法从遮遣掉瓶子呢它不是非刹那刹那坏灭这一点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了知到瓶子呢它是具有作用者，这一点你是没有办法直接去了知到的。你只能透由说了解到瓶子呢它不是非刹那刹那坏灭之后呢，你可以直接了知到瓶子呢它是刹那刹那坏灭之外呢，你没有办法直接从这一点去了知到瓶子它是具有作用的。那你只能说再透由多一部分去了解说，了知到说刹那刹那的坏灭跟具有作用者二者是同义的时候呢，透由这个你再去联想说他们二者呢是属于相违的，所以可以说他们两个呢是属于间接相违。第三个呢，提到不并存相违呢，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冷热二者。那冷热二者呢，为什么是不并存相违呢？因为当热的能力较为强的时候呢，那冷的能力呢，它自然的就会削弱。那冷的能力呢较为强的时候呢，那热的能力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消减。所以提到说冷热二者呢，它是不并存相违的。那这个呢，就提到说，当我们一个杯子或是一个碗里面呢，你同时先装了热水，再装冷水的时候呢，那前面这个热水它的温度呢，自然而然呢就会下降，没有办法像还没有装冷水之前呢，就是这么的热。那这就是说，并不是说冷热二者呢，它没有办法存在在同一法之上，而是说在这一法之上呢，他们二者的能力彼此一定会互相的衰减，就是一边增长的时候，另外一边一定会衰减，而不是说把瓶子呢一个杯子里面呢放热水，一个杯子里面放冷水，然后说他们二者呢是不并存相违，并不是这个，而是说在同一个杯子里面呢，当你装了冷水跟热水的时候呢，这两者它必定没有办法像你刚刚装进去的时候具备同样的温度，所以呢这边提到说冷热二者呢是属于不并存相违。最后呢就提到说有无二者呢，它是属于是互排相违。那为什么称之为是互排相违呢？就是在觉知境上呢，它彼此呢是互相排斥的。就以瓶子来说呢，当我们了解说，在这个新的境之上呢，你了解到瓶子呢它是有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把瓶子理解到说它是不存在的，因为呢在这个地方呢，有瓶子跟没有瓶子这两者呢，你不可能同时成立说，这个地方是有瓶子，然后又没有瓶子，你并不会这样子去程序。就觉得说，在这个境之上呢，或者说在这个我们的心事上去认知的时候呢，你只要认知到这个地方呢有这一法的时候，那同样的呢，没有这一法的这一点呢，你自然而然呢就会把它给排除掉了。所以在有无二者呢，它就是属于在觉知境之上呢，彼此呢是互相排斥的，所以它就是属于互排相违。这边呢就请问到人们切说，为什么呢互排相违的性相呢是要在觉知境之上，那其他直接相违的等三者相违的分类呢却不一定要在觉知境上呢？那这边人们切就解释到说，这边呢最主要呢就是经论里面它是要让我们理解的方式呢，那是它的定义呢是这么去定义的。因为我们这已经讲到说互排相违呢，它和相违二者呢是属于同义的。那我们在讲解相违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到说相异且不可能有同位的法呢，它是相违的性相。那在这边呢，就提到说，那为什么互排相违呢？它要特别放在上，说是觉知境之上的相互的互相排斥而存在。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说在觉知境上的，就提到在心境之上互相去排斥呢？因为
人们就说以他的想法来说的话，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觉知境？因为我们如何去认知一个就是这两个法呢？它彼此是相异且不可能有同位的法呢？就是你怎么在认知的呢？就一定是要在心境上去了知，心境上去认为到说这二者呢，他们是相异的，而且他们是不可能会有交集的。那这个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心智上呢去了知的。所以为了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到说相违的这个现象，所以才将它放为互排相违及相违二者。那我们刚好提到说，因为他们是同义的缘故，所以从不同的方式呢去做解释。就比如说我们在讲有，还有说像是基层的时候呢，这二者呢也是同义的。那在解释基层的时候，我们最主要就想要说量所成立。那量所成立就是提到说心智上呢，我们能够去安立它，才叫做成立这个法。所以这边大部分呢，我们能够去安立与否呢，都是透有心事呢去成立的。那在这边呢，就提到说，这个觉知境呢，其实也就是想要说不欺狂的量的部分，而不是说在任何的心事之上呢，然后去了知到说它都是相异且不能同位的这个法呢，就能够成立说它是相违吗？并不是的，而是说去了解的这个心事呢，去了解的这个一定呢要是量，在这个觉知呢。这个觉知的这个心事呢，一定要是属于不欺狂的量之上。当你在量之上能够去成立说，在一法之上呢，这二者是相异且不能同位的时候呢，那才能够称之为是相违。所以在这边所有讲的这些安立的觉知，或是在心之上呢所去安立的这个心或是觉知呢，都是一定要是不欺狂的量，然后去安立，那才能够成立这一点。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要透由各种不同的现象呢来做解释，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从更多的角度呢去做思维。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讲说平直和柱直二者呢，它是不是一这一点？那我们先说平直跟柱直二者呢，它不是一，因为这样子呢可以比较容易的了解什么叫做不欺狂的量。那不欺狂的这个心事呢，叫做量。那透由量去了知到说，平直跟柱直呢，它为什么不是一的时候呢？你可以了知到说，如果平直跟柱直呢，它是一的话呢，那你能够听到全是平直的声音的时候呢，那你自然会把这个声音呢，你也会听到柱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二者呢就是一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正的，如果平直跟柱直二者呢，就是我们通常了解到平直的时候呢，知道平直呢它是比较属于小的，然后胖胖小小的这种呢是平直。那柱直呢，它就是因为它要顶的梁的缘故呢，柱直呢就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内心在产生平直跟柱直两者的时候呢，所现成的形象就已经不一样的时候呢，它自然不会是一。那如果说有程序它是一的时候呢，那我们在正的平直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正的柱直。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能一正的平直的时候呢，就可以立刻正得到柱直。所以从这些呢，都可以了知到说，平直和柱直二者呢，它并不是一。所以虽然是一句话，就是讲到说平直跟柱直两者不是一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内心呢可以现起各种不同的角度呢，去了知到说，哦，这两个为什么不是一的缘故，所以才会提到说，为什么在这边有的会提到说康为觉知境，然后去了解，那有的又是从另外一种方式呢去了解。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已经提到说呢，第四个呢，互排相违呢，跟相违二者呢是同义的时候呢，那所以就提到说，那怎么个别去理解它呢？就是透由各种不同的，应该说透由其他的角度呢，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到什么叫做相违。所以在讲相违的时候呢，直接讲相违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到说相异且不可能有同位的法呢，让我们去了解到什么叫做相违。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透由觉知境上呢互相排斥而存在呢。虽然说这二者所放的性象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仔细去思维的时候呢，它就是讲说一法之上呢，它就是没有办法同时，它两者呢，它一定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且呢，它们是不可能会有交集的这一点。然后从这边呢，各个不同角度去理解的时候，那它就有不同的诠释的方式。我想要请问哈，那个说到场跟无场是直接相违，可是我们讲到场遮掉场就是不是场的时候，
还有一个无，就是对，还有一个无，所以好像也不是直接就对无，那个无常啊。这一点呢，就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提到说一法之上呢？就是我们在提到说遮止一法之后，你要能够成立另外一个东西，你要成立另外一个法，所以这你能够遮止掉跟成立的呢，它一定是存在的法，不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说，你说遮止掉常之后呢，然后会现起另外一个叫做无的东西，但是无它本身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可能说你遮掉了常之后，然后就现起了一个没有，并不会这样，并就像说你不可能遮止了常之后呢，然后现起了说这个呢是兔子脚这种没有的东西，就是在一法之上呢，就是提到说相为它二者呢一定是不存在的，所以当你的遮止掉常的时候呢，你所现起的它一定是另外一个法。那这另外一个法是什么？就讲到说，你遮掉了非刹那刹那坏灭这一点，就是你遮掉是非刹那刹那坏灭这一点，就是你了解到说它不是非刹那刹那坏灭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所理解到的呢，就是它是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一点。你不可能说遮止掉这个东西呢是非刹那刹那坏灭之后呢，然后现起了说这个东西呢它是兔子脚，就是空中花这种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提到说一法之上，你遮止掉某一点，然后能够成立它的相反的时候呢，它这两者一定是存在的东西，而不会是不存在的东西。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呢，就比如说呢，就是呃，我们一般讲说，就像是说讲到说中天跟陶然二者呢，就是通常就是以通常的状况之下呢，当我们了知到说这个人不是中天的时候呢，你并没有办法了解到，并没有办法直接了知到说这个人呢他就是陶然，因为除了中天跟陶然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所以当你否定掉了这个人是中天之后，你并没有办法就直接证得到说，就可以确认到说这个人呢他就是陶然。但是呢，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房子里面呢只有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天那个陶然，但是你并不知道谁是谁的时候，然后只要有一个人跟你说，哦，这个人不是中天，那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理解到说，哦，那这个人他不是中天的话，那你就可以很肯定的说，那这个人就是陶然。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一法之上呢，否定掉另外一个时候，然后能够肯定到他是另一者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这两者呢，它都要是存在的。虽然说一般我们在讲说，你并不是说，哦，了知到说这个人呢，他不是中天的。立刻了知道说这个人是陶然，因为其实除了中天跟陶然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或者说呢，你也不能说一确认说这个人呢，他不是中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立刻证得到说呢，那这个人他就是陶然。一般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但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呢，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当你否定掉一个人呢，他是中天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肯定到说，你否定掉这个不是陶然的这个不是中天的这个人呢，他就一定会是陶然。然后同样的呢，相违呢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应该说直接相违，直接相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在讲说直接相违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你否定掉它，否定掉这一法的时候呢，为什么能够肯定呢？它是另外一法。那这个呢，就讲到说，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在一般的状况下就说，哦，你否定掉说这个不是常法的时候呢，那你破除掉常法之后，那你还能够了知到无啊，还是说像是其他的东西，并不是这个样子。他讲的呢是说在一法之上，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你在一法之上，你能够了解到说瓶子呢，它不是非刹那刹那坏灭的时候，当你能够了解到瓶子它不是非刹那刹那坏灭，那表示你理解到什么东西？就是瓶子呢，它是刹那刹那坏灭的，所以自然而然你否定掉它是非刹那刹那坏灭这一点，你自然能够肯定到说它是刹那刹那坏灭的，所以才会提到说常跟无常二者呢，它是直接相违的原因是在这边。那又想请问哈，如果相违都是指存在的东西的话，那第四个互排相违，它为什么会有无啊？就是有跟无是互排相违嘛？对啊，我们提出相违都是存在的东西，那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就是无。
那这边呢，就是问到说有无二者呢，它是相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边要了解到一点呢，就是有无二者呢，我们说它是相违的时候呢，是因为说我们在讲述的时候会说有跟无二者呢，是以有呢作为一个主要，然后呢无呢它是跟有比起来呢，它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所以才会说有无二者呢。有无二者，它是相违的，它是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颠倒过来说的时候呢，无有二者呢，无有二者就不存在，也没有所谓的无有二者这两者，就是无有是不存在的，有无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在一法之上呢，去了解到说这一法呢，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你要问这一法是有还是没有的时候，这一法它必定是存在的，存在的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法嘛。存在的这个东西是让你才能够去问说它是有还是没有。但是当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的时候，它没有一个你可以去指的一个特征，或是你可以去依存的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去问说它是无还是有的时候，因为你连要指的那个东西都不存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辨别说它到底是属于相违还是不相违。所以我们一般在辩论讲的时候呢，会提说有无呢是存在的，但是倒过来说无有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在经论里面讲的时候呢，会说有无呢是相违的，但是无有呢它并不是相违，因为无有呢它不存在。就像刚刚讲到的，就是当你要去辨别说这一法它是有还是无的时候呢，一定是这一法一定是在一个有的东西之上呢，然后你去理解到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属于有还是没有。但是如果说你无有颠倒过来说的时候呢，那你连一个就是你能够安立的一个基础的这个东西都不存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辨别出这一法它到底是无还是有。所以在辩论或者说在经论里面解释的时候呢，会就是直接会讲到说有无二者是相违，但是无有并不是相违，因为无有不存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提到说瓶子之上呢，你可以了解到说瓶子之上的有跟无，就是当你可以否定掉瓶子之上，就是瓶子呢它本身不是没有的时候，你自然就可以了解到瓶子它是有。那为什么可以在瓶子之上去探讨有跟无呢？因为瓶子它本身是存在的，所以你可以在瓶子之上去探讨说有无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拿兔子脚来说的话，因为兔子脚它本身这个东西它都不存在的时候，你怎么去探讨说兔子脚这个东西它是有还是无的这种东西，这种概念是完全都没有办法生起来的。所以才会提到说你在探讨的时候是指说探讨的这个物体它本身是要存在的。除了说有无它二者呢是互排相违之外呢，那其实呢互排相违只说它本身是因为是相违的缘故，它和相违同义的缘故。那同样我们在放就是事例的时候呢，是提到说有无二者呢是互排相违，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到前两者去呢，就是直接相违跟间接相违的时候呢，其实有无二者呢，你也是可以把它放成是直接相违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瓶子之上呢，你如果能够遮止掉它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你同样就可以了解到，可以肯定到说这个东西呢在瓶子之上是存在的，所以它本身就是在瓶子之上，你否定掉一法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肯定到另一法，所以你直接否定掉它是无的时候，你就肯定说它是有，所以在瓶子之上呢，你是可以把它安立成它是直接相违的。我们在讲到说不并存相违的时候呢，是提到说冷热二者。那其实呢，也可以放到我们的心绪呢去了解。那在我们心绪里面呢，什么是属于是不并存相违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心绪里面的嗔心跟忍辱二者呢，它就是不并存相违。当你嗔心的势力嗔心炽盛的时候呢，那你自然忍辱的这个心呢，它的能力呢就会变小。当你忍辱的心强盛的时候呢，那嗔心的力量它自然而然呢就变小。那或者说，当我们证得呢身世无常的这个心，跟你去持执呢身世常的这个遍计的这个常执的二者呢也是一样。当你能够完全了知身世无常的时候，那你去持执身世常的这个遍计的常执呢，它自然而然就会消弱。那乃至于是说我们在讲说讲到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提到说无间道，跟我们讲的无间道呢，它所要对峙的正对峙的这个手段的时候呢，那二者呢也是
就是可以放在是不并存相违。